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3 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你知。因为疫情关系，教育部伫今仔日宣布，讲高中以下的开学时间延后到2月24，大学指考也改对7月初3到初5。桃园病院今日要进行清空计划，体检相关情况大约2000多人。若准无问题，2月初6开始，病院就会当大大恢复啊。高雄大学去防指控讲，对2017年有找斯里兰卡学生来台湾读册，说带伊去做非法的劳工。因为疫情的关系，教育部伫今仔日宣布讲，高中以下开学日延后4天，对2月22才开始开学，连带影响到大学指考时间改对7月初3到初5。也若讲到统测甲各种会考日期是无改变，不过会调整考试的范围。也讲到学生囡仔开学日期延后，上届有影响的就是家长咯。可以能够确保在健康各方面的维护109学年度第2学期。高级中等以下的学校，我们会延后4天，到2月22日来开学。教育部长潘文忠到指挥中心记者会宣布，各中高中小学开学日子对2月18延后4天到22日，主要原因就是疫情的影响，学校必须清洁消毒，并且准备物资。有小学校长看到新闻讲，早就预料讲会延后来开学。过年期间嘛，那你知道中南部的这种迁徙啊，还有大家出去旅游啊。那难免会有一些状况啦。虽然知道2月18号开学，但是我们心理上可能都已经有一点点准备，是有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加4天的时间来做准备，加上去年延后2礼拜开学，加1学年的防疫的经验，小学校长认为这摆应该做起来就加真简单。不过真侪爸母拢爱上班的家庭就头壳摸咧烧。教育部的网站有真侪怨言，有人批评讲，雄雄安尼决定囡仔要送去倒位，也有人讲无考虑比赛甲升学相关时程的作业。晴天霹雳，因为已经安排好活动了，就觉得那个时间他们应该要回学校上课了。我还好，因为觉得差没几天还好，只是说他后面有一个什么20号要补假那一个，就觉得没差，因为该做的事情都差不多，就要在前面就做好了。对着家长的顾虑，教育部讲2月18甲2月21，若受照顾12岁以下的囡仔，也是国中、高中5专前3年持有身体障碍证明的子女，家长内底有1个人应请防疫照顾假。天数我们并没有给他特别的规范，是用他的需求。延后4天开学，7月初2是最后上课日子甲休假日。大学的指考延后到7月初3到初5，不过四级二专统测甲各种会考日程无改变，考试的范围配合来调整。离原定2月20补班甲补课，教育部讲因为休班延长，2月20算伫个休班内底，免搁再补课。不过上班的人依然需要照常来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期间，若准备出去行出的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交通部观光局伫今表示讲，过年期间会针对着13个国家风景区、加25间观光游乐园实行总量管制，也会甲游客分散，也就会实行防疫措施。若准人数已经超磅，也随来公告，也请民众讲暂时较莫去咧。想要耍游乐设施的人真多，拢看袂到排队排较多。尤其想要耍真受欢迎的游戏，至少要等90分钟以上。受到疫情影响，台湾人无法度出国，怎来带动各路的人潮？为着避免伫要9月春节旅游的人潮，成做防疫的空棚，交通部宣布过年初1到初5，会针对13个风景区，还有25间观光游乐园实施总量管制，已经分流游客。封闭型的景点，我们大概在游客超过50%这个流量的时候呢，会加派人力来广播，请大家保持一个社交距离那在一些开放型的一个景点的部分最大一个容流量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相关的交通的一个节点来提醒游客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分流的一个措施交通部是延续去年清明连假的模式，针对游乐园面积甲社交距离来算，若是人数达到50%，业者必须执行分时分流空管入场。人数达到60%，就要宣导游客去边仔景点。像讲六大游乐园的入场人数，内保乐园的防疫安全承载量超是37500人。六福村主题游乐园、九族文化村、剑湖山拢超是15000人，小人国超是10310人。意大世界是差不多伫咧7500人。如果我们的游客人数达到安全容纳量的5到6成的时候，其实园区就会启动就是提醒游客的机制。是这些对策，我们其实都有陆续在做，我们也是都会遵照他们的指示全力配合。那从今天之后，就是也是会比如说人流管制这部分都会再继续做。
交通部表示，进行总量管制分流措施，若是人数达到紧绷，会透过手机的短信、官方网站来发布信息，阁有写伫咧电子扛棒等等的方式，通知游客暂时莫去这个景点。游客进入园区的时阵，嘛要规个过程拢挂喙安。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个对境外入来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2个印尼的渔工。另外，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病院尽力要进行清空计划，按算伫3天内面要甲员工挂包人员，大约有2000多人做一回采检。若准无问题，2月7日开始，病院就会当豆豆恢复运作啊。早起就真侪人挂喙安，保持前后的安全距离，去病院外口的采检站排队等要做 PCR 核酸检测。目前我们统计的预计要做的是706位。那他们一样是这边做完 PCR，然后拿那个白单回院里面去。到抽血柜拿了单子以后，验血单到这边医疗大楼的2楼验血那边去抽血，然后3楼再检查衰检一次。卫福部立汤病院发现群组感染，累计有19个人确诊。医方从初3开始启动清零计划，预计3天以来会采检2136个人，包括全院的员工，还有外包人员。部立汤病院精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嘛带头采检，若是依赖采检地点是经伫咧立体停车场来确保通风真好。早起已经完成采检836个人，其中229个人嘛抽回检验抗体，进度是真顺利。员工他们要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定呢，必须要禁止交谈、禁止饮食，全程要戴口罩、保持距离而且我们也有这个人员会在现场维持秩序。桃园市长郑文灿主持防疫会议的时阵表示，清零计划若是顺利无风险，预计2月7日以后，部立汤病院地当豆豆恢复营运。如果没有风险，那部桃会进入下一个，就是2月6号以后会进入这个慢慢恢复营运。不过指挥官陈时中是认为讲，部立汤病院是重度级的急救病院，恢复量能对地区的医疗是真重要。不过必须要让民众对依赖感染无疑虑，要完全恢复营运，也是要等待过年了后。检视清楚了之后，那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演练，才会做开始因为在过年过来就是一个年假的时候，那是有限度的运作确保它安全。但是中强调讲，清零计划检体会分散去4间北部的医学中心的实验室，等待检验结果出来了后，确保全部的人员安全，后续该做演练，完全无风险了后，部立汤病院才会全面恢复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又有民众违反着防疫规定是一个伫台中的查某民众，伊正月2日对中国回来，说伫咧居家检疫期间，互男朋友去找伊2摆。这件事件，台中市长罗秀燕也骂伊讲，实在是真可恶，全然无顾防疫安全。卫生局认定讲，又违规，刑罚20万，这个讲。居家检疫期间，竟然2度让男友到住所探视过夜，严重违反防疫规定。此外，她的男友虽然不是居家检疫者，卫生局已通知服务单位加强消毒。区公所是咧现场查访，而且调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查某民众伫居家隔离期间，互男朋友来遮陪伊过暝，连续2摆。这款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这位男朋友已经暂停上班，目前采检是阴性的。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期满了后，会阁进行第2回采检，若准也是阴性，才会当恢复上班。讲到武汉肺炎疫苗，全世界是大欠货，咱台湾当时会当摕到的是够单也唔知。不过，疾管署的疫苗研制中心副主任江正英今表示，目前除了有含3间药厂季节以外，也含交生、默克尔、诺瓦、瓦克斯这3间药厂正在沟通当中。新冠疫苗的采购进度无确定，到底当时才会当供货？早起疾管署检验甲疫苗研制中心的副主任江正英表示，目前除了已经就这厂商辉瑞 BNT、莫德纳、阿斯特捷利康、AZ 以外，也阁有另外3间药厂伫咧接触。Johnson、Merck、Novavax 啦，这个所有有希望的厂商，我们都会透过管道再谈。指挥官陈时中是讲，若是疫苗厂进入2、3期的临床试验，拢会去制作，嘛强调讲买疫苗拢有内部的机制伫咧，无受到任何人影响。而且针对前一日有政论嘉宾消息讲，台湾采购疫苗5000万的定金去用摕回来代志，伊讲绝对无这回事。
那绝对不会受任何人的影响。我们都照着既定的基准在走，整个又一个采购的小组做各项决定跟方向的一个检测，也绝无5000万这样的一个事情。若是运送疫苗的部分，但是中表示，国内冷温冷冻的技术拢已经准备好啊，会当应用未来疫苗运送的需要。其实会报道温控系统的业者准备模拟空运疫苗的测试，内底是超低温的冷冻库。唔乃当维持负70度的超低温，机器的面板卖显示这是温度的关键线度。机身另外佫挂一台温度的记录器，所有温度变化拢会记录落来，而且有 GPS 的定位，会当随时掌握动向。那目前我们在新加坡这边测试完之后，我们的下一步是会到加州这边，跟加州的州政府做实地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业者表示，即个甲中研华航来直接，陆运由中研来负责，华航负责空运。测试拜四即天会飞新加坡来测试空运温度的稳定性。强调讲，若是台湾买到疫苗，这套冷链系统会当确保疫苗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自从香港国安法施行了后，真侪香港人离开香港，煞来到台湾。根据着移民署最新的统计，去年香港人来台湾居留的许可人数出现有史以来上界悬的人数，也就是10800多人，是顶年的1.8倍。就一位已经伫咧香港的台湾人，一位伫咧台湾的香港人表示讲，香港已经变款啊，会愈来愈侪人离开香港。伫台湾创立线上语言教学平台，担任管理阶层。今年30统外户港女，去年2月经由创业移民，对香港来到台湾。伊讲读册时阵就捌坐来台湾，佮拄到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对着香港的局势无乐观，于是决定来台湾。自认来台湾适应良好，不过也讲台港依然有明显的文化的差异。我都会看香港的新闻，然后也会就是关心香港的情况，当然也会担心就是家人的情况。我们之前就是有很多的自由空间，那现在香港的情况，我也是很担心，就是怎样大家怎么走下去。离开香港短短1年，伊坦白讲，这阵香港经济真严重，已经毋是过去自由的香港，更加无想到港版国安法的实施，互香港人真惊吓烦恼。伊认为有真侪香港人想要离开，不过考虑工作、家庭的因素，选择留下。不过也有香港人为着要互下一代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决定离开香港来台湾。因为他们是想逃离这个香港的感觉比较重，还有他们。有些就是不愿意，其实他们不愿意离开香港，是他们会带着一点怨气。根据移民署最新的统计，去年香港人来台湾居留许可人数创下历年来上多，有10813人，人数是去年的1.8倍。陆委会讲，主要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互香港人想要离开。港人对香港的环境，包括营商的环境，都感到没有信心、不安。所以普遍有移民的打算。对香港领导完作关怀行动专案，陆委会讲已经协助部分个案伫台湾读册就业。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前透过视讯参加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呼吁美国就要遵守一中原则，也莫干涉到香港西藏新疆的议题。不过，美国国务院也甲中国应讲，中国就要停止对台湾的施压。连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提名人也强调讲，美国对台湾就会照拼照行，确保台湾会当自我防卫。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初一透过视讯参加美国非营利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活动，敦促着美国要遵守一中原则，停止干涉关系到中共主权也加香港西藏新疆的议题，强调这是袂当下过的红线。对这代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是颠倒呼吁中国要停止对台施加压力。I think we would respond by saying we urge Beijing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and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and instead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aiwan'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adership. 普莱斯讲，这是中美双方长期战略竞争，对中国侵略威胁这个动作，美国会做出反制，包括着维护自身军力优势。对这件代志，有希望正为美国头一位女性国防部副部长
美副防长提名人希克斯出席听证会，面对议员质疑中国加强侵扰台湾领空，但是美国一向对台湾是采取无真明确的战略。美国方面要安怎证明会真严肃来保卫台湾？ I think President Biden has done that, and certainly Congress has had 40 years of strong bipartisan support. So I think being consistent in making clear that we wi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希克斯指出，参众两院通过这个国防授权法，太平洋威胁倡议，和美国建立威吓力的机会。同时，希克斯也同意议员提出的看法，美国应该要维持阻止中国对台湾所造成变做事实的能力，确保着台湾会当维持自我防卫。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康宁大厦去防指控讲，伫咧2017年透过中人，伫咧斯里兰卡招69位学生来台湾读大学，说是去叫因做非法的劳工。士林地检署今仔日也对迄当时校长黄义顺、甲国际处的处长拢总6个人，依照着加重早期处在定罪，甲因提起公诉。穿着工作衫被标伫工厂做事，因是斯里兰卡的外籍学生。因为康宁大学2017年烦恼注册率上低，互教育部减少招生。学校经由中介这单位招收斯里兰卡69名学生，讲用免费来台湾读大学，无想到却是假读册，真正做事，一度论做非法的乌工。士林地检署查3侦结，起诉当时的康宁大学校长黄义顺等6个人。本件呢，这些人他们所涉嫌的犯嫌呢，是违反就业服务法第64条第2项意图盈利媒介外国人为他人工作，以及刑法第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取财等罪嫌。检方指出，来台湾的50名外籍学生，奉派到同一间工厂，一礼拜工作40点钟，只有2天爱到学校来上课。剩下19个人是用带到台南校区去读册。而学校甲中介强模要求工厂爱付学生基本的工资，也必须负担104万的奖助学金加辅导者费用。另外，学校更加向教育部涉嫌诈领4万外块的经费。康宁大学他们是没有提供学生全额的奖学金，但是他出具了这个会支付学生全额奖学金的英文的文件让中介业者拿去作为申请学生签证附件的文件部分就跟中介业者有共谋斯里兰卡外籍学生袂堪要安尼走，受到利用，伫厝地人求助之下，规个案件才爆出来。即阵当时涉案的学校的人员都已经离开学校，除了检方的起诉，学校是无管理加讲，只是讲尊重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的轻便电车，行早起8点多，又搁发生一桩车祸，是一位60多岁民众骑奥多摆违规正越，冲过轻便铁轨路，摔到电车烧下。虽然这桩事故无人发生生命危险，不过甲电车弄歹赔偿，可能要开30几万。一只轻铁的列车经过高雄成功路甲时代大道路口的时阵，一只奥多摆向正越骑入去，全弄着火车母。这是初3早起8点外，一只奥多摆弄着轻铁列车的事故。这个骑士哪像无想要动红灯，想要为轻铁的铁轨路骑去自转车的车道去，才会弄着轻铁的列车。当场我们这一位机车骑士他是受了轻伤。机车骑士违规的现象我们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1项17款，来处罚600到1800元的罚款。违规造成轻铁的交通事故，恐惊都要赔袂少。1月中，高雄台北发生一只奥多摆坐3个人去弄着轻铁的事故，这个起诉的人就去互高雄责运，要求赔38万的维修费。因那这个高雄责运嘛，依法来要求赔偿。我们的侧边的饰板方面呢，有一些刮痕跟一些受损的状况。最后由警方这边调查。确定是机车骑士有违规状况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针对相关的维修费用来向骑士做一个求偿。这是发生事故的路口，路口的正边有封起来，本来就袂当正越。不过记者伫现场无到1点钟，就看到几只奥多摆违规骑入去，或者是骑伫自转车的车道。人家进来的吗？人对道路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嘛。前镇警分局表示，违规骑入去封起来的路段，或者是骑伫自转车的车道，拢是违法的行为。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当处1800块以下的罚款。提醒民众，唔通贪一时的方便，若违法，唔爱处分，佮有安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彰化有一位民众，初二半暝啊，骑着乌托摆经过彰化139县道的时阵，却看到乌影冲过去，想袂到伊也真好胆，停车落来看，发现讲是一只水鹿啊。这个民众表示讲，已经是第二届看到水鹿啊。有专家表示讲，水鹿啊，若准是伫咧生团季节，甚至是要保护幼囝的时阵，拢会甲人攻击。除了车速爱放慢，也建议讲，着爱有标识来提醒民众。一只乌托摆徛伫咧彰化139县道，才打转弯尔，就出现一个乌影过马路。这个骑士是行一条，随甲乌托摆停伫咧路边上细看，有看到一只水鹿。这只水鹿还阁真好奇，对机车的车顶看一下了后就跳对边跑去，全无看。看到水鹿的民众讲，初二半暝骑乌托摆经过139县道20.99公里的所在，有看到水鹿的形状，都有随骑较慢的。这是第二次，就这次距离是最近的一次啊。他们可能只是出来觅食而已，所以说他们看到民众也不会怎么样。所以不过我们也是呼吁民众说，就尽量还是给他保持距离。除了139县道，1月中伫咧台中往彰化的东外环道落架的所在，嘛发生水鹿直接过马路，去有车撞死。另外，包括八卦山的登山步道，嘛有民众发现水鹿的形状。专家表示，八卦山尾应该有饲鹿场。可能伫咧921大地震了后，为饲鹿场走出来，或者是业者无爱饲蛇甲弹掉。最近这几年，有发现水鹿渐渐往山脚的所在来行耍，族群嘛有扩大的趋势。也没有什么自然的天敌，所以只要它能适应，因为这种偶题目就是只要能有东西吃，然后没有天敌的话，它很自然而然就很多会繁衍一些个体出来。着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表示，虽然水鹿的个性温顺，不过伫咧繁殖的季节，或者是保护因的幼囡仔的时阵，要是爱注意因可能会有攻击的行为。彰化县府表示，会协调公务处甲公路单位设置警示的扛棒，嘛请民众伫咧驶车或者是骑车的时阵，速度爱放较慢的，以护大家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世界卫生组织的疫情调查小组初三去到证人怀疑病毒泄漏的源头，也就是中国科学院武汉肺炎病毒的研究所。专家小组亲自去调查，希望会当找到病毒的起源。不过，美国却是一再批评中国疫情资讯无够透明。中国外交部也回应讲，既然安尼生，也就要请专家小组去美国调查才是。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all the key people here and asking all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that need to be asked. 专家甲窗仔门架落来，表示期待会当有所发现。因为世卫专家小组初三早起进入这届来调查，上届受到大家关注的重点行程——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官员嘛暗示讲，这可能就是疫情的源头。专家小组的车队入去了后，工作人员嘛开始甲媒体赶走。可以吹一下，可以吹一下，都散了，都散了。专家小组差不多3点钟了后就离开。武汉病毒研究所伫1956年成立的，是做病毒学基础研究甲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嘛有批复生物研究室。外界一直怀疑讲，病毒可能就是为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出来。捌摕到诺贝尔奖的法国病毒学家蒙坦耶，去年4月份表示，病毒应该是武汉实验室做艾滋疫苗的时阵意外产生的产物。不过，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出面驳回这个风声，佮讲这恶意的指控拢是无影无假。这个研究所是怎么样管理病毒的，或者管理它的样品的？所以我们一早就说，这个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我们这边出来的，是吧？不可能出来。所以我从来不相信这个我们人类现在有智慧合成这样一个病毒。希望美方也像中方一样，在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并保持透明度，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研究。中国甲美国过去这一年对病毒的起源是完袂煞。新旧日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讲，中国疫情无透明。针对这点，中国外交部嘛反击讲，病毒可能伫2019年下半年就伫咧美国出现，叫美国嘛邀请世卫专家团去调查。这个专家小组伫咧武汉的行程，拢是由中国官方安排的。咁真正会当有进展，大家是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因发现讲，武汉肺炎病毒当中有一种新突变，这种新突变会当帮助病毒闪过咱人身躯顶免疫系统的攻击，和疫苗的效果变较无遐强。另外，英国的医学期刊初二也表示讲，罗西亚的武汉肺炎疫苗效力有91%以上。英国公共卫生部的报告指出，英国变种病毒株出现11个E484K 突变的病例，
这个突变伫南非还有巴西的变种病毒嘛有出现。专家烦恼讲，伊484K 突变可能会帮助病毒闪过人体免疫系统的攻击，致使疫苗的效果降低，甚至有可能互患者佫一届感染。虽然目前对病毒突变的研究还佫有真侪无了解的所在，疫苗的研究所传来好消息。去年8月份，俄罗斯批准因家己研发的疫苗史普尼克 V， 上新的英国医学期刊《刺激针》刊临床试验的数据显示，疫苗的效果比欧美的疫苗还佫较歹，嘛减少外界疑虑。Нам удалось показать, что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вакцин составляет 91,6%. Это, конечно, самое важное достижение. 公布这个数据，嘛帮助史普尼克 V 疫苗伫巴西会当提早进入第3阶段的人体试验。若是得到巴西政府紧急使用授权，药厂按算为4月份开始生产，5月份的产量会当达到800万吨，会当提供予巴西还有附近的国家来使用。另外，牛津大学公布的临床数据显示，甲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研发的疫苗，注第1剂了后，3个月内伫人体会当产生76%的保护力。若做第2剂的时间，扭长到3个月后，防护力会当提升82%。不过，受测者的年龄大部分是65岁以下，侪岁人恐惊是无效用。为着确保疫苗送到位了后，注疫苗的流程会当顺利，韩国为初3开始，连续3天伫全国展开模拟的演习，结合国防甲医疗系统，测试疫苗的配送，还佫有冷链的保存，确保过程当中袂出差错。不过到目前为止，韩国注疫苗计划的日期还无确定。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初二签署3份行政命令，是为着要弥补进前川政府甲移民家庭拆线遗憾，是因为伫咧2017到2018年之间，有5500个囡仔去互美国政府对因偷渡入境的爸母身边强制带走，到今还有600个囡仔是找无伊的亲生老爸老母。Make it clear, there's a lot of talk, with good reason, about the number of executive orders that I have signed. I'm not making new law. I'm eliminating bad policy. 美国总统拜登初二阁签署3份行政命令，头一份是由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专门协助非法偷渡家庭团圆的特别小组。第2甲第3个行政命令是要重新检视川普政府减少庇护、放慢合法移民入境美国，还佫有取消对外国政府资金援助的移民政策。2017年到2018年之间，至少有5500个囡仔去互美国政府强制甲因为偷渡入境的爸母分尸边带走，到达至少有600个囡仔找无因的爸母，生活伫咧千份人监管的环境当中。We're going to work to undo the moral and national shame of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that literally, not figuratively, ripped children from the arms of their families, their mothers and fathers at the border, and with no plan, none whatsoever, to reunify the children who are still in custody and their parents. 拜登还阁下令要检视前任政府受到争议的移民保护协议，甲65000个寻求庇护的人强制送去墨西哥，等待美国法院的审理。不过，对过去2年，调伫美国墨西哥边界华雷斯城，想要入境美国，甲后生还有查甫朋友团圆的洪都拉斯母亲来讲，听到移民政策改变的消息，煞袂感觉欢喜。Pero yo le pido a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que me permita estar con mi hijo porque él me necesita y yo lo necesito a él. Ya son 2 años que tengo de no verlo, 2 años de estar esperando aquí a que me dejen estar con él y con mi esposo y solo les pido, ¿verdad? De por favor que me dejen estar con mi familia, reunirme con ellos. 白宫发言人沙奇迄天伫记者会访问到相关的问题，伊讲代志毋是一步就会当到位的，要建立一个人道移民停事需要时间。We are trying to repair the damage and the horrific actions of the prior administration by trying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reunite these kids with their families. But it remains a dangerous trip. It remains a time.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e need the time to put in place an immigration process so people can be treated humanel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罗西亚反对派领袖纳瓦尼今仔日去互法院，用着违反早期盗用公款定罪，判伊爱随访关3年半。这个消息一出来，也引起支持者上街头抗议，警方也出动大队人马镇压示威的民众。俄罗斯上有名的反对派人士纳瓦尼去用指控早期偷用公款的心理案，莫斯科法院伫咧当地时间初二做出判决，裁定纳瓦尼违反2014年缓刑条件，必须要封关。
面对判决，那瓦里那笑心内有数，伊出庭的时阵不三时微微笑，搁真侪届对伫咧现场听判决的太太尤利亚比爱心，伊嘛伫咧庭上指控总统普廷敢若是想要透过法院的判决来恐吓所有反对民众。那瓦里进前已经去互软禁要1年，律师表示扣掉刑期，伊实际上爱去互关2年8个月，会提起上诉。判决结果出来，就随引起外界不满。莫斯科当天就集合正百个声援那瓦尼的民众，不过也是去互强势警力来镇压。人权监督团体指出，有900个人去轰掠，国际社会嘛有真侪反对的声音，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甲法国等等的国家，拢呼吁随放人。不过俄罗斯外长电脑指控西方国家干涉俄罗斯的事务。分析师是认为讲，普廷急要互那瓦尼来封关，是该影响大选。Навальный будет на свободе, он абсолютно реально способен похоронить кремлевские замыслы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удьбы дум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объективно говоря, ведь ситуация для Кремля очень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ая. Рейтинг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сейчас колеблется в районе 30%, и он тренд на снижение. То есть он расти не будет, он будет снижаться и дальше. 44岁那瓦尼是普廷的头号政敌，以反贪腐运动来出名。伊去年去互下毒，在德国疗养要5个月，顶个月打转去俄罗斯就去互掠起来。伊入监进前捌指控下毒的幕后黑手，就是克里姆林宫。不过莫斯科政府是全部否认。公司新闻7万0编译。劳动部今仔日伫北中南做过年进前的联合检查，要去调查客运公司，也发现到客运公司因有加班加了伤过头的违规现象，甚至有5间客运公司违反到职业安全卫生法，要求因伫时间内就要赶紧改善。防疫期间，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乘客的安全。慰问客运司机提醒因做好防疫。劳动部长柯明春亲身带队进行巡安路检，因为农历春节要到啊，各行各业拢伫加紧赶工。为了防止劳工过劳，柯明春车衫特别调查台北转运站内各工顶真侪间客运公司。希望能够督促我们的业者能够重视遵守我们劳基法还有责任法的相关规范，那避免这个发生这个职灾。检查了后，发现有2间客运公司违反劳基法加班时数这个状况，会移送台北市政府来处理。另外5间客运公司违反到职安卫生法的部分，要求限期改善。安法的部分是一共有5家那一共有10项要限期改善。第一个是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第324条之2。第1项一共有4家事业单位4项限期要改善除了北部进行检查，劳动部也伫中部甲南部同步安检，透过中央甲地方合作，关怀劳工安全，并呼吁业主爱落实防灾机制，遵守劳动相关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业者拢会叫家属，特别是餐厅拢会叫较大桶的，而且是骨肉桶接做伙。消保官针对着6县市51间业者进行稽查，发现有10间餐厅无合格，其中伫台北木沙山顶的鸟空，迄带的餐厅违规上介严重，也因为这寡违规，恐惊会造成意外发生。规排桶增加数串接使用，总共差不多200公斤。虽然坑壁边摆甲真整齐，毋过壁面无设严禁烟火警语，佮无防止倒去的设施，而且消防法规爱安装气体漏气警报器也无安装。进前消保官去台北市木沙鸟空稽查串接桶增加数使用情形，发现真侪违规使用。其中，正大地行、农民客栈、大头仔土鸡城者拢被点名，其中鸟空小木屋违规使用情形上严重。发现有7项不合格，猫空小木屋我们查核15项里面，它就有7项不符合规定，要防直射防倾倒自行检查备用量那些通通都有不符合规定的情形。行政院针对6县市做串接桶增加数稽查，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彰化县、屏东县甲花莲县随机抽样，总共查51间餐厅甲自助洗衫店，发现违规事项。大部分是无设漏气警报器有8间，无设防止倒气的措施7间，
无依照规定每个月检查1摆7件，无标示检举甲灭火器有6件。另外，这摆稽查也发现有加数项违规供气的情形，也依法开发。那我们还赋予瓦斯行，它不可以供气，处罚供气的瓦斯行是有7家。消防署表示，串接烫针架数危险性真悬，依法串接免超过1000公斤。过去发生气爆意外，拢是气体外泄，所以108年已经受法管理。外接的讲免经过长，甲餐厅架数使用量爱向地方消防机关来填报。业者使用也要高度自主管控，若无用连续处罚，一直到改善为止。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伫咧厝内底拢会按火灾警报器伫咧天棚，不过消基会去调查，发现讲市面上竟然有无通过认证的产品。即寡无通过认证的产品，可能伫发生火灾时阵就无法度进行通报啊。去年中，台南关庙一间主体半暝发生火灾，祖孙啊3代总共4个人不幸来过身。内政部最近这几年鼓励民众来到自警器，万不因若是发生火灾，第一时间侦测到烟，会当提醒民众即时来逃生。即卖法规自警器要由内政部所认可的认证机构认证过，才会当来卖。不过消基会调查市面上20件的自警器，其中有4件根本就无经过认证。助警器依照消防法第12条的规定必须经过认可。那否则呢如果没有认可的在外面销售、贩卖或陈列的话，依照消防法第39条规定，可以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消基会提醒民众，伫咧买自警器的时阵，一定要看清楚商品有这款的认证标章。这个调查发现，4件无经过认证的自警器当中，有3件是经过实验室测试了后，敏感度不合格，包括拄到烟的时阵无法度侦测到，伫咧发生火灾的时阵可能无作用。火灾发生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及时的透过警报系统来告知我们，那么就失去了我们设助警器的缘由了，所以说就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了一个伤害。若是这个调查无合格商品，全部拢是对虾皮电商拍卖平台来的。消基会呼吁民众伫咧网络买物件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卖店家敢是家己拄过外炸货、入进口、无认证的包装。另外，消基会卖发函予内政部，要求对卖自警器的电商进行规范约束，通好保障民众的性命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网络是真发达，也互性别暴力毋若限制是语言或者是身躯顶的侵害。行政院性平会参考到外国的相关规范，定义所谓网络性别暴力，要列出10种的类型，包含着网络群众、网络性骚扰等等的界定。呼吁政人就要重视网络性别暴力。网络的使用真普遍，也互性别的暴力，无过再只是语言，也是身体方面的实体侵害。利用电脑拍字、转发图片，也是利用社群平台追踪对方，造成的伤害愈来愈严重。不过，法制面安全规范，就要先定义网络性别暴力。第一句就是透过网络或数位方式的这个方式先点出来，那后面的定义其实就是这个一般性建议第19号第6段所称的性别暴力。参考联合国后明这资料，行政院列出所谓网络性别暴力10大类型，包含网络群众、侵入传送攻击，也是强化性电子邮件，也是信息，利用网络监视别人活动。恶意也是无经过同意散布，甲性也是性别有关系个人私密资料，网络性骚扰有性别暴力的言论、性揩油，甚至造成死亡的威胁，用网络来招募进行人口的贩运，非法侵入也是偷摕别人的资料，伪造也是冒用身份，看起来真完整，不过甲民间团体期待也是有差。这10种太阳有点太过稍微扁平，然后不够结构化，然后也有比较没有包含到就是所谓现在台湾社会正面临很多更新颖的数位性别暴力太阳。科技愈来愈进步，亲像 AI 人面换地技术，伫网络也被广泛非法来利用，造成真大伤害。民间团体希望性平会用个加听因的声音，共同防范网络性别暴力。性平会也将公布的规范，和各部会检视相关法律面是毋是需要补强，同时进行正确深度实证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有饲狗仔、猫仔，为着要减少宠物去看医生的纠纷，台北市动保处甲兽医师工会做伙来推出一个动物医疗同意书，也就是要避免动物伫咧医疗过程当中出现争议。带宠物去动物病院治疗，医无好可能有医疗纠纷，毋过医好嘛有可能会出现收费的消费纠纷。
根据台北市生发局的统计，当年有争议的案件超有10件至15件。一个主人捌带伊的狗仔去动手术来换大腿关节，结果手术后感染，敢若会当搁开刀摕出来。伊讲伊真艰苦，真希望医师迄当阵会当好好甲伊沟通，互伊会当清楚了解。医生或许当下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可是主人一直担心狗狗的病情，也或许我们自己本身听的跟他的说法有时候都解读不一样。但是你化为文字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有争议。过去动物病院要进行手术也是麻醉的时阵，卖请主人签同意书。啊，毋过台北市兽医工会表示，旧的版本签了同款会发生医疗纠纷，所以甲台北市动保处、消保社等等的单位共同推出公办的动物医疗同意书，设计做检查表的方式，确认主人真正有理解甲同意，才会当交起来。以前的同意书呢，其实都很阳春的，只写了一条，那就是有发生什么问题，概与本院无关。台北市兽医工会表示，有一寡手术无一定做落都有预计效果，或者是讲有死亡的风险，还有到底要收偌济钱，伫这个新版本内底拢有详细列出来，就是希望会当降低动物医疗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将对花旗银行罚600万，理由是花旗银行甲消费者信用卡的消费分期分类做数单分期，损害到客户的权益。咱也赶紧来去了解一下。真侪民众拢有咧使用信用卡消费，不过信用卡的分期各有分做消费分期甲小单分期，这两种民众敢知影有啥物差别？这两个名词哦，对，不是同一个吗？我都没有用过，所以不晓得。账单是一整张账单分期的嘛，消费是单一个比如说我买车子，然后车子本身去做分期。真侪民众对消费分期甲小单分期的差别并无清楚。消费分期就是由店头决定消费者的分期优惠，小单分期是小单出来了后，由银行决定消费者的分期优惠。消费分期实际上是消费之后，那我们可能到不同的店家去做不同的分期优惠。账单分期上呢，我们消费完毕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银行呢去进行我们单笔或多笔每一个消费上面的分期。金管会昨甲花旗银行罚新台票600万，原因是花旗银行内部控管机制甲检查机制无落实，煞甲客户申请的信用卡消费分期送做小单分期。花旗银行回应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而且嘛已经随收正错误的资料，以后会继续改善，确保客户的权益。消费分期或者是账单分期的这个客户呢，都应该要自己再去查阅一下，或者是跟银行联系。那像金管会也好，消基会也好，消保会也好，我们都可以来帮忙咨询一下。消基会提醒消费者，平常时就要来检查家己的分期状况，若是有需要，会当联络相关部门寻求帮助。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伫咧高雄屏东地区最近的空气品质是真歹，着立委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着要赶紧提出空气污染总量管制第2期的方案。环保署也回应讲，目前抑搁伫咧针对第1期的效益做评估，第2期的部分目前是抑未定案。提出高雄市街仔路规个无无步，就连85层大楼拢看无的相片。民众党立委张其乐讲，最近高雄空气品质愈来愈歹。伊也讲，高屏地区的空气污染总量管制计划，伫咧2019年做3年管制，虽然有降6.31%，不过第2期总量管制方案该当伫咧2018年提出来，不过到大也未看到。它透过总量管制计划之后它这些污染的排放大概比这个没有总量管制之前贡献度在6.31%。那当然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还是低的，是整个计划的第2期它应该要赶快能够进去。总量管制制度并没有不见，目前的推动的重点是我们去修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消减量差额、认可保留、抵换及交易办法，让一些具有减量空间的业者有一些更多的意愿去做污染减量。环保署表示，即阵也在评估总量管制第1期的效益，目前第2期方案也无时间表。高雄市环保局表示，今年1月高雄捌2届受到境外污染物的影响，地数 PM2.5 超标。不过立春过后，这日照的时间会较长，扩散的条件会大大变好。其实民众看到的都是能见度，不是 PM2.5眼睛看不到。在秋冬季节，我们南部地区就是会受到这个东北季风。从北极云夹子下来的污染物都会到
台南、高雄、屏东这边累积啊，但是相较于过去几年，其实整个是都呈现有进步的情形。是哪些钢铁厂、哪些发电业必须要降载或者是休息，让这个空污维持在一定程度，而不是这么样恶化了这么多天。这个紧急应变措施也是现在这个当下应该要再加严标准，而且加速把这个标准立出来之后来执行。环保团体认为，政府得爱赶紧研究大型工业区含发电业因应气候的条件，紧急配合降载的标准，嘛爱针对空污费征收细节全面检讨，才通予南部的空气雾蒙蒙的状况有改善。记者民警钟佩文台北报道。台东日本的光电示范专区开发案，却因为这个专区设伫咧普悠玛部落的传统领域，而且当地族人认为讲无经过同意，县政府就甲厂商签约，部落申请法院来停止执行，落尾也去互驳回啊。这代表讲厂商会当继续伫遐开发，族人是真唔甘愿，决定讲要继续抗争到底。去年12月份，卑南族日本卡达底部部落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停止执行台东县政府甲成立能源开发日本湿地光电示范专区，得到法院的裁准。族人代表认为讲这是真大的胜利，不过厂商提出控告。1月29日，最高行政法院判决驳回部落的申请，部落是表达遗憾，不过未放弃抗争，会阁向县府请求甲厂商解除合约。因为他们必须取得跟部落签约才可以，合约才会合法嘛。目前无法取得了，希望县府能主动解约。卡达底部部落反对光电开发的族人认为讲，去年举行的部落自相同意投票是违法的行为，已经伫法院审理，未当算是部落已经同意开发。县府应该照合约的规定，2年内若是无得到部落的同意，合约就过期无效，应该终止。不过县府表示，甲厂商订的合约目前也是有效，县府未当单方面终止。合约执行它有很多配合现况来处理县政府一定会依法来执行的日本光电开发案的争议已经3年外，部分部落的族人认为讲，这个开发案造成同意甲无同意两派的族人感情破碎。部落按算召开会议，甲族人好好啊讨论。不过呼吁县府要先撤销这个案件，重新得到部落的同意了后，再阁甲厂商签约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昨暗伫咧台中的中山地政事务所，有一位姓李的地主，讲伊的土地去划入去土地定位区内面，要求地政局开协调会，而且伊是坚持要等到这个地政局有回应，才要来离开。后来是去互警方赶走，双方也发生冲突。抗议民众情绪极激动，甲警方伫遐大声喝休，了后想要冲入去办公室，嘛甲警方发生冲突。细粒地主去互警方走落来，了后就去互带走。若是边仔来的黎明幼儿园的园长林金莲是无法度控制情绪，了后就昏倒伫咧涂骹。警方赶紧甲林金莲带去送病院，避免冲突扩大。昨日暗时，台中市中山地政事务所发生警民冲突，原因就是台中东市区的夏新庄主办市地中卫区的地主去向划入去中卫范围，地主烦恼讲未来爱面对经济跳度，姓李的地主该去向土地开发商来提告，而且姓李的地主嘛指控是财团违法违范围。也协调不出来啊！他是说，反正协调不成，就是你跟从化会你们去相告。他们来这边是为了争取他们在宪法上所应得到的基本的一个尊严。地主要求台中市地政局重新召开协调会，不过一直等无结果。才会想要冲入去办公室。台中市地政局指出，这件主办市地中卫案已经进行到土地分配定数，依法产生异议，必须经过中卫会理事会来协调讨论。地政局敢乃当协调。在开始办公展，或者是说在办公告的时候，他都没有主张，还是等到从化会已经进行到最后了，在分配的时候，他才提出异议。那就只能协调啦。台中市地政局表示，主办中会依司法见解属于私权的争议，地主若是有异议，也是讲无愿意中会，应该伫咧听证会时阵就提出来，无情的拍拼来协调。不过若是双方无共识，敢会当透过司法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咧新竹要举办的台湾灯会，却因为疫情关系取消。不过，进前摩加里的里长就召居民来画歌灯，今年已经挂起来了。规排歌灯踮社区的巷仔内挂悬悬，新北市文雅里长找来250位里民，做伙 DIY 亲手画歌灯，
各地社区内规条巷仔充满过节的气氛，成做社区内热门的观光景点。觉得很漂亮啊，然后觉得里长很用心。上面的就是因为灯会已经取消了嘛，对啊，然后在住家后面走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灯，觉得很开心。公益的光荣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大家都是同心协力。虽然讲今年受疫情影响，原本要在新德市举办的台湾灯会取消，不过来到这嘛是会感受到过节的气氛。我们这次其实是里内第一次办这样的活动，然后里面其实大家都还蛮期待的，然后都还蛮开心。里内可以成为一个网美打卡的一个新景点。无论是古水的动物，还是在地美丽的风景，全拢画在歌灯顶悬。中基约甲算一个，现场大概有上百支的歌灯。门仔里的居民邀请大家过年期间来这行行的体验热闹的灯节气氛。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婚礼的卖料，为着要迎接旧年，规划真侪活动，为社区也当咧无用做春具，咱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旧历过年就要到啊！婚礼卖料有3个社区真无用，因为因当咧发挥创意设计今年的春具。有的社区是用稻草绑的，有的是用竹架编的。春具伫旧历年有代表早冬的农作物要开始种植的意思，嘛有农民望农作物大丰收、风调雨顺的寄望。而且今年阁是牛年，所以以农业做生活基础的卖料，专工邀请日本的艺术家来到社区设计3只春具。那个骨架要扎实一点，要坚固一点，那不然呢，它抬起来了就会坏掉嘛。那稻草的部分是切旧的人都会做，所以一起参与。有人在顶骨架，有人在拔稻草，有人在编竹啊，大家拢有家己负责的工课。一群人做伙咧无闲，嘛互社区更较有过年的气氛。完成率可能已经达到85%了，现在就剩下那个牛皮的覆盖，还有牛角跟牛眼睛的一些小东西制作起来就 OK 了。跟植物有相关的产业其实有点没落在。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次的竹编的牛，产生不一样的风貌。这挂春具唔能结合各种在地产业，内底阁有民众对未来一档的寄望。等待完成了后，预计会伫卖料乡的新正活动来展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投埔里用过做手工纸是真出名，现在是有纸工厂转型做观光工厂，也办展览，希望众人会当了解到过去的迄段历史。纸是咱常在看到的日用品，不过行到南投埔里遮，伫手工纸的工厂内底，看到老师傅老惯咧裁纸、背纸。才知影这毋是一层轻松的石头，这款手工纸的技术是爱靠经验、眼力来判断纸的厚度，佮爱细致认真，品质做出来是1等1。也因为安尼，手工纸的产量少，价销佮较悬，渐渐无法度伫市场生存。埔里较早做纸当兴盛的时阵有超过50间而且有几啊千个家庭拢靠这裁纸、背纸落去支持咱的。日本时代，埔里因为气候和水质适合，直直遮设制纸所，生产手工纸，搁外销去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即马手工纸产业渐渐无去，全台敢若剩3间尔。其中一位头家黄焕忠坚持做手工纸，也发现这道的危机。因安尼，伊甲纸工厂转型做观光工厂，研发技术和生产工艺品，也办展览，毋忘传承手工纸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整个工厂技艺的一个保存。你要做很单调的、很高级的，那么人家没有办法做的，那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它能够用本土台湾的纤维，然后创意的去制造代表台湾文化价值的手工纸。县府甲手工纸协定做县级的无形文化资产，望这项有台湾文化价值、行过100年的传统工艺，继续留伫咱的日常生活史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3度到26度，
中部地区对13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日时间再会。Thank you.